欢迎收看台湾新闻，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美国白宫未来4党是虾米人要来做主哦？川普是不是继续来连任，或者是讲拜登来挑战成功？美国国内关心嘛，正就是全世界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看到讲共和党的这个川普和副手 Mike Pence， 虽然本地是有这个连任的这个优势哦，川普嘛讲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和美国更伟大一遍哈。其实伊讲这4党呢，美国收入这个变少了哈，股市甲经济拢是过去上好的，有个人看到讲对中国政策嘛开始变较强硬，其实咧，但是咱嘛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哦，美国疫情是全面来势抗。第四咧，伫咧选举年2020这一当，美国总统 Trump 这个民调是一直输予咱看到这个拜登和伊的这个副手啦Kamala Harris， 拜登伫这个民调是一路领先4%至10%啦，咱讲到今仔日就是11月初3上尾这个一个投票日啦咱嘛看到讲这个上尾投票日是不是民调选举的结果拢是今仔日就要来出炉咱嘛讲是这回啦这个真正真关键的这个部分。那么看到讲，今年美国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真侪人已经提早来投票，已经完成投票，差不多接近有1亿个这个人。那么讲到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这阵透早上早投票是伫东方的这个 New Hampshire 这个部分啦那么看到讲，台湾时间初4透早7点甲下晡2点，其实陆陆续续就结束投票啦但是这回佫有真侪通讯投票。开票的部分可能爱拖一阵啦但是咱看到讲，美国总统 Trump 为着要抢这个关键州这个选票，坐伊个人的这个飞行机伫上尾4州来做势啦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各收宾州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部分来去购票。宾州 Pennsylvania 互人看作是上重要这个战场州啦因为掌握20张的这个选举人票 ，Trump 去拜登出席的这个所在，抢这个拜登这个票呢是等予伊就会毁掉宾州啦拜登直接是骂 Trump 是病毒。那么讲到上尾这个关键的这个战场州，同款是2组候选人想要抢的，什么人会先得到270张的这个选举人票，对当入去白宫。虽然拜登即马看起来是机会较赢面，但是 Trump 是毋是伫买手，大家都无看好伊的这个时阵连任美国总统，今日咱做回来观察。先来邀请今日节目顶的3位来宾咱第一位邀请是台湾地科执行委员赖宜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到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树杰，这位你好，大家好。透过连线，咱要来邀请到这个法帕 Los Angeles 分会会长吴条峰 ，Ken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等下，咱嘛会小连线来去连线伫美国的作家李碧生，伊是纽约所以咱有一个西边这个比赛甲美东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个比较首先呢，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其实这回美国选举拄到真大的挑战，就是咱讲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冇人讲这阵这个难分难舍美国这个总统 Trump 和这个寻求要挑战白宫的这个拜登到底是胜输还是胜赢？咱么看到讲美国这阵是真激烈啦但是美国这个动乱还是讲不安的这个情绪一直存在，咱先做回来看。为着要迎接初3的美国总统大选，初2华府白宫4科位早地已经去互铁丝网包围，顶悬大满抗议非洲民众去互警察枪杀的标语，当然嘛包括呼吁选民一定要去投下神圣的一票。若是白宫附近的店家，原来讲选举结果不明会出现动乱，嘛已经甲店面拢钉插棒，避免去互暴乱影响。若是东华纽约的店家，嘛有同款的烦恼，每世百岁带头强化独汤，美国选民嘛对民主国家必须要烦恼选后的暴力，感觉真悲哀。It makes me feel sad that our country is at this point. 西方的加州洛杉矶当地比佛利山庄的精品街罗迪欧大道，店家嘛伫咧警方的要求之下，做出防护措施。I've never seen such a thing, and I've been living in this country for 45 years. This is unbelievable. It's a ghost town. It's really, really shocking. 另外，包括西雅图、芝加哥等等，全比600个据点，嘛拢对选后的暴力做出防范。当然嘛，包括今年发生真济届激烈暴动的奥勒冈州波特兰市。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might want to use peaceful election night protests to promote violence and property destruction. That behavior is not acceptable.
今年美国的投票率预计创100年以来新高，佮加上提早投票佮寄出投票批，嘛已经逼量到要1亿张，所以今年开票的结果可能会特别长，嘛相对增加极端团体鼓吹暴力的空间。选前家庭川普法律甲特殊主张的极右派团体，包括提倡政治暴力的骄傲男孩、世间守护者、爱国祈祷者等等高大极端组织，嘛拢被认为这可能是选后动乱的引起者。另外一方面，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甲弗洛伊德等的事件，美国民众不安的心，嘛拢反映伫咧枪的销量顶悬。敢若今年3月份到9月份，全美买枪的数量就达到1510万支，比2019年同期是加91%。佮加上今年美国整座示威的代志一直来发生，选后美国国内安全局势嘛引起外界高度注意。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嘛启动这几年规模上大网络防止骇客行动，来防止2016年俄罗斯干涉大选的代志，搁一届来发生，嘛要防止今年伊朗甲中国干涉选举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讲到吼，即阵美国总统选举难分难舍，但是咱讲哦，唔能干那选这个美国总统尔，其实咱有真侪种吼，这个选举的这个项目啊，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吼。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参议院的这部分吼，100席内底有30席爱来改选吼，因讲参议员吼。每任是6党啦吼，啊每2党爱改选到1/3的这个部分啊，所以今年是这个35席。啊，目前内底看到100席内底有共和党53席，民主党17席吼。啊，改选的这个35席内底，共和党是占23席吼，民主党占12席吼。啊，众议员的这个部分哦，咱讲是435名这个席次啦吼。众议员是这个吼，众议员吼是每任2年吼，2年都要全面改选到1摆啦吼。啊，摕到218席的吼，就是咱讲的这个多数党吼，民主党目前是这个232啦吼，共和党是这个170啦吼。咱看到就是讲民主党伫咧这个部分吼，是占较这个多数的这个部分。啊，11州的州长嘛要伫这回选举投票内底吼，来去登票来选生到新的这个州长啦吼。另外佫有这个美属的这个萨摩亚好啊，是讲波多黎各这2地这个总督，另外佫有5000名的这个州议员。同款嘛，伫要明仔吼登票遮吼是上尾一日啦吼。那么讲到这个32州吼，总共是120项的这个公投案吼。所以咱进前嘛小概过，美国的这个选票吼，真正是落长吼。你会当是 mail in absentee， 啊，佫是你家己亲身去投票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看到美国总统选举吼，其实是介复杂的。尤其咱讲到吼，美国的这个选举是一种间接的这个选举吼，伫咧总统这个部分是选举人团吼。咱先来请教咱的这个赖委员吼，咱其实看到。美国选举遮尔济啦吼，但是咱讲哦，美国这回差甲真闹热的是这个总统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这个参众两院其实嘛是一个爱看一个重点吧。我想吼，就是讲即个选举除了讲总统以外吼，当然讲参议甲迄众议拢有选举，众议基本上是全部拢来选嘛。是。啊，所以参议差不多拢是每届拢迄个选1/3。啊，即届。拄拄好，就是讲，因为即个任期的关系，所以讲参议的改选吼，所以讲共和党的改选的差不多是民主党的2倍啦。是。所以基本上，变成讲，即互共和党算讲较disadvantage， 就讲算因为伊要选的人、要顶选的人较济，所以讲变成迄个到底伊是会调还袂调，基本上就较抢死。啊，无像讲民主党吼，要改选的人无遐尼济。啊，而且吼，一般来讲，有人讲即届虽然讲共和党伫即个参议内底是53席对47席，吼，啊，但是其中差不多迄差3席，迄个算讲 majority 都无共款啦。啊，即届有可能讲，人讲共和党即23席内底吼，有可能会可能会到迄3席到4席，所以讲即个会互即个共和党伊伫即个所用参议内底即个。多数吼，可能会改变，哦，尤其是对台湾，还是刚刚讲对共和党参议的选举，啊特别要注意。算讲对台湾真友好，即个 Cory Gardner， 人讲迄个参丁啦，吼 ，Cory Gardner， 即个人伊是 Colorado 的参议，但即个伊的选情吼，算讲真危险。啊，伊尤其是共和党伫即个参议内底吼，参议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即个召集人，是，所以也是讲伊无选到。到时阵到底什么款的人啊？无论讲这是共和党会当摕到这 majority 吼，所以讲共和党依然是共和党的人来摕到这个主席，还是讲迄民主党换民主人来做主席？是，变成讲新的主席，还是讲即使伊真正无选到，新的主席是毋是像讲伊遐尼 commitment？OK， 对甲台湾甲美国关系有遮尼强的这个
认知吼，所以讲这大家都爱去了解。啊，另外就是讲众议院内底吼，因为即马已经是这民主党是多数，啊，但是众议院爱注意是讲。本地迄民主党外交委员会迄个主席吼，即个伊伫迄个初选时嘛无选着，所以下落尾啦吼。对，所以讲嘛唔知影讲到底有可能民主党议员会当摕到多数吼，但是就是讲迄个下骹伊迄 number 2吼，即马照讲也是讲一个新的会期出来的时阵，伊可能会变成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即个人伊的即个 commitment 甲进前的人之间的迄个。差别到底是安怎？是个更较强咧，还是讲弱一点嘛？吼，啊，伊迄个主张到底是伫亚太内底对台湾的迄想法到底是安怎？这嘛是爱了解吼。啊，但是我讲迄个除了讲无论众议甲参议内底什么党来做迄个多数啊，影响什么款人来做这外交委员会，还是讲亚太小组主席以外，上主要是讲。即届也是讲总统选举，设施也是讲迄个 Trump 伊得到即个总统，啊，但是也是讲民主党伫迄个参议甲众议拢摕到迄个多数吼，啊，变成讲这是分裂政府，摆卡啦吼，嘛歹讲摆卡啦，但是就讲即款的即个政府变成讲吼，伊即马喺美国内底吼，算讲政治真侪就算 polarization 即款的物件，即款情形非常强的时阵，互即个算讲美国迄外交政策。可能会有，算讲要推行的时阵，有一点仔迄个麻烦。尤其是讲民主党一般来讲，民主党伫国会内底吼，伊对即个 FTA 吼，本身是真亚神。这是民主党家己本身的一个态度。所以咱看到吼，真准咱唔难看到这个总统 Trump 的这个选情，是讲拜登的选情其实参众两院吼，尤其对着台湾这个部分，咱讲吼对台湾较友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众议员吼，伫遮吼是毋是会当搁连任成功，其实嘛是一个观察的点吼。所以咱来连线到咱发牌这个 Los Angeles 这个分会会长吼，调峰啦吼，调峰继续甲你请教吼。头拄仔咱看到这个这个委员吼，已经甲咱解说较清楚吼。其实咱讲差甲遮加紧的这个部分吼 ，Los Angeles 这个部分咱看起来应该是无这个其他的这个摇移的空间吼。一般拢是认为民主党会伫这回吼，一只吼摕到这个55张的这个选举人票吼。你的观察是啥物咧？我观是差不多都是安尼，因为吼民主党伫咱加州实在是因的气势较强嘛。是。啊，遮个真侪就是讲无一个人，也是讲真侪迄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迄个选民较侪，所以北加州甲南加州遮个选民吼，伫都市内底像讲洛杉矶，还是讲旧金山遮个所在吼，因拢会当募款募着真侪钱，伫做广告啊，伫遐。去收真侪新的迄个支持者来支持民主党，所以民主党以前吼可能为10年前开始吼，因伫遮的迄个基础都打得真好，所以即摆我看选举吼，应该民主党赢的迄机会较大。啊，我嘛知影讲，像讲咱洛杉矶发洛杉矶咱遮的地盘吼，有差不多10个众议员吼，拢是伫迄个台湾连线内底，所以这对咱台湾嘛讲最重要的。所以真侪台湾人就是讲台湾伫看讲哦，美国就是共和党甲民主党，民主党可能对台湾较歹，也是讲共和党对台湾较好哦。其实伫阮美国遮看吼，迄是爱看啦，因为像讲咱有10个议员伫台湾连线内底，啊，你若是问讲要去甲台湾支持，还是讲去为台湾发声吼，因拢会做，所以这都爱看。有影啦吼，所以真正是摸这个外行来看老人尔吼，其实咱看到这个这个本路是门路的吼，真正看较深的吼。啊，咱继续要来带讲这个大家啦，先来个看讲哦，咱即阵上新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版图会安怎来分配吼？咱讲伫咧选情上尾一日吼 ，CNN 甲这个 Fox。这个部分哈 ，news 这个部分是做出的这个民调哈，拢是向较赢面，拢是这个拜登较赢面哈。所以这阵的讨论就是讲吼，咱看到这个纳色的这个部分咯，就是传统的民主党的这个铁票啦哈。铁票咱看到 CNN 做出来是200张啦哈 ，Fox 的这个部分是213张啦哈，都是讲这个 Trump 加较输啦哈。另外咱们看到讲吼，121票这个部分啦哈，121票是讲 Trump 可能会伫遮摕到，但是伊也继续弱。咱讲吼，上尾啊是270
这个70票，才会当入主到这个白宫这个部分吼。所以这个 Trump 官努力拍拼，还有这个100多张票啦。咱讲有啥物关键州咧？咱讲到吼，这个 Arizona 吼，咱讲台积电吼，就要设伫遮。啊，另外咧，咱讲到这个Iowa， 还有 Michigan， 啊，还有这个 Ohio， 还有 Pennsylvania、Florida， 这拢是关键的这个州啦吼。所以咱看到咱讲。这个 CNN 是反 Trump 反甲出名这个咱讲媒体啦吼，Fox 是支持 Trump 支持甲出名这个媒体的，所以因即阵做出来就是讲选举前的上尾一天看起来这个态势是安尼，但是咱要过来连线到伫美国的作家啦吼，撇星伊伫 New York 这个观察是啥物啦？咱讲吼，川普即阵是输甲惨啊，嘛无讲输甲惨啦，咱讲是输4%至10%，刚我都弱起来。咱嘛有看到哦，伫咧美国郊区吼 ，New York State 这个郊区，伊发现着啥？咱个请教撇星请讲。无因为就是顶个礼拜啊，我有去。New York City 较北边的所在，就是可能算较 suburb 的所在去佚佗啦，就去爬山去看，行看啊，就拄好看到，因为顶个礼拜就是上后一个礼拜嘛，就是选举以前上后一个礼拜，看到一个足大的路口啊，有足侪 Trump 的支持者，伊就喺挥迄旗子，伫啊，就叫讲哦，Democrats are crooked。就是讲民主党拢是咧好笑的，拢是无效的啊！就开始讲哦，大家爱 vote Trump 啊，但另外一边呢，你会看到嘛有一点我民主党嘅支持者啊，嘛有可能较左派迄种 liberal 啊，就伫遐挥彩虹旗安尼，就是讲哦，迄 Trump 就是 racist，Trump 是racist 啊，伊是 KKK 安尼。我是感觉因伫即个 suburb 的所在，因伫一下咧对抢，即个意义应该是讲吼，因为即便讲New York State 几个 state 应该是无啥物好讲的，就是民主党的，但是因为你即边咧选举嘛是有选议员嘛，众议员伊众议员就是2当选一届。伊每个区，因为区拢较小嘛，就是因为是讲几个 state 来选的，所以有伫 New York 嘛是有足侪可能共和党的representative 伊会当选去，因遮的人咧支持 Trump 就是嘛是带动一个共和党伫遮的气势啦，嘿。是啊，咱讲到不管是这个加州的这个部分55张的这个选举人票，还是讲这个 New York State 这个部分哦，其实拢是民主党较大赢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也讲到这个关键州啦吼，真侪人吼，就是要抢遮。头拄这个撇星嘛有讲到啦吼，虽然讲这个 Trump 的这个支持者吼，伫这个部分伫 New York State 是较输面，但是咱讲哦，佫有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爱选吼，所以因支持的这声音嘛是袂使输人吼。继续咱佫先来请教咱的正修这个副研究员吼。其实咱来看到，这个 Trump 唔那是这个CNN 做出来民调，也是 Fox 做出来民调，拢是输的啦吼。尤其咱看到这部分铁票200是这个拜登赢吼，加上这个86伊是稳过，安尼来看起来。但是咱看到 Fox News 吼，其实做起来嘛是差不多啦吼，270票，就是要下过这个门槛，但是 Trump 敢有法度安尼下过这个坎咧？确实，即马对川普来讲吼，确实是一个挑战。OK， 因为这届吼本来啦，以一个现任的总统来讲，照你讲，伊有较侪的优势。OK， 因个人员，尤其是这4年，过去4年吼，美国的经济吼，加伊的失业率已经是历年上低。所以对川普来讲，照你讲啊，伊要连任是。真简单。OK。问题今年初开始的这个新冠疫情啊，互伊规个人民的算盘规个拍歹去。讲较歹声，确实有大部分是因为伊家己对这个伊疫情的忽视。OK。所以变讲伊规个限制啦，安怎吼，造成美国人即嘛是上
染疫上济的国家。伊就想看清这个疫情，但是吼，这个川普讲啥？伊讲吼，我就是过去先甲这个中国这个主动起来，但是伊嘛是讲看清讲其他这个travel ban 这个部分无做甲好势啦吼。但是伊讲这个拜登若是你做，一定比这死搁较侪人。对，这确实，这当然啦，因为即摆拜登伊毋是在位者，比如讲伊无法度去证明讲川普讲的是正还是真的。问题是即马大家看到是讲，确实因为足侪人因为你川普的疏忽，是，所以死了足侪人，而且足侪人着边到尾出院收到的孝单 ，OK， 大家我记大家应该有看过。有的是上百万的台币，真正是这个天文数字啦。尤其对着讲较这个弱势这个族群地啦，尤其咱讲吼，得着病吼，可能是 Latino 啊，是讲吼其他非洲裔的这个部分是占较侪的吼。无怪嘛，无怪拜登用个踮伊的足侪，伊咧造势场合伊就是讲嘛，这是为非洲族裔的一个天然的疾病。所以对伊来讲，确实。是即便讲拜登用这个防疫的缺口来做这个攻击川普的这个借口，一个点一个点。问题即马大家来看吼，虽然两个民调到即马来讲，拜登居于这个领先的地位。OK， 啊，不过踮咧来讲，即马关键州，即摆两个民调愈来愈接近，真哇吼，愈有愈哇吼，所以咱讲吼，真正这个11月初3，就是咱讲今日是投票日啦吼。伫咧马仔，咱嘛看到讲开票这个结果，真正是上尾这个民调较准吼。尤其咱讲吼，这回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真一个选民或者是 register voter 啦吼，伊会当register 伊的这个吼，就是注册伊要投票这个所在、登票的所在，其实可能毋是伊住的这个所在吼。有的人吼，差不多半当前，我有足侪朋友吼，因讲吼，伊本早住伫 New York State 啦吼，就是咱讲 New York 这个州的这个部分，但是咧，因为 New York 州过去吼拢是共和党，还是讲民主党，是民主党摕较济嘛吼，所以伊选择倒位去 register， 就走到 Florida 才来去投票啦吼，伊变做是这个 swing state 内底 swing 的这个一个关键点吼。继续，咱来请教到这个 Jerry 吼，其实咱看到这款的这个现象，伫这回疫情吼，可能嘛是有真济咱讲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伫厝里做工课，所以咱若看到讲哇，伫厝里若是伫遮。袂当吼去做工课的人，伊就选择伊的这个 register 伫伊的在地所在啦吼。这现象你敢有看到？有这边选举非常的特殊，因为有真侪选民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拢选择讲伫厝咧投票吼，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1亿吼，差不多9,600万张的选票已经去投出去，用这假的方式去投出去哦，所以这非常的特殊吼。但是我要讲是，就是讲虽然这拜登伊目前的民调是赢面啦吼，应该到目前为止民调差不多有差不多8到10%、12%的赢势，但是伫这个咱讲Battleground State 伫摇摆州的这个领先幅度差不多看到6到8啦吼，不等啦吼。但是我要讲一句话，就是讲吼，伫美国这个哈佛大学吼，这政治学这个教授啊，Gary King 啊，他被称为是这量化研究的宗师，这我想这赖委员都很清楚了哈。Gary King 伊伫伊的免册顶头都有写讲哦，这边若是吼，这个川普吼到尾赢吼，是这个会是美国吼从这个杜威吼击败杜鲁门总统以来吼，民调上大的失败。民调上大失败，都是讲2016年已经失败一遍了。因为是讲，自从杜威击败杜鲁门了以后，都是咱大家用这民调来看选举嘛。但是这边若是讲川普伫这民调落后，在到上尾啊吼，那是赢，那是讲输差不多8到12%，但是这选举人票为开出来，伊讲赢的，这都是表示讲这民调、这 polling 这个系统、这个做法可能有问题。民调公司一间才收起来。对啊，伊讲这个话，好，咱大家感觉就震惊，讲奇怪，Gary King 是美国这量化研究宗师呢，伊安尼讲，伊其实伊嘛无讲，伊是要
伊是要支持上，伊就讲吼，但是尾要开出来，但是川普赢，咱大家去想讲，以后每4年一变的这个选举，到底咱看到面的到底是有准还是无准？啊，我要讲这个话，我要互各位观众看一个相片啦吼，这个我看非常的感动啦。你看，咱唔知安尼讲有法度去看吼，这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伫今仔日吼有做一个摄影专题啦吼，大家会当去看的。伊则有写一句英文讲吼 ，We are treating this like gold。伊就是讲吼，美国邮政系统吼，咧算选票，伊就是讲吼，阮甲选票当做黄金吼，伫遐咧看待啦吼。即个摄影专题吼。非常的这感动，伊就是讲，因为咱大家若到去美国拢知影讲吼，这美国邮政系统 USPS 吼，长期去用诟病讲啊，这效率无好啦，定下寄批寄拢放弃啊，有诶无？但是即边吼，为今年初开始哦，这疫情的关系，这全美国的这 USPS 佮帮忙送一寡。物资非常的辛苦，啊，到这选举，佮去寄选票，啊，因为伊即摆佮讲吼，这因为美国即摆两个党非常的对立，吼，啊，大家拢无啥物信任嘛，所以讲吼，有真侪选民，咱都要讲吼，9600万张的选票已经去投啊嘛，讲有6000多万张的选民用邮寄的方式去投票啊，啊，伊甲票。刚好这个邮务室啊，哈，伊甲问一句话，吼，你敢会甲我的选票弹了角 ？OK， 你会不会把我的选票丢到 trash bin 内底？哈，因为讲伊无信任这个帮伊上选票这个邮差啦，哈，所以这个摄影专题哈，伊的标题就是讲吼 ，Courier of Democracy 哈，咱中文的翻译过这个民主的信差哈，就是讲这 USPS 美国邮政系统伫这边的选举，哈，到底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啊，你莫袂记讲，川普已经对这吼 mail in 吼是伊已经有几啊摆伊拢讲啊，这吼袂使吼，有真侪票本地要动吼，我阿尾也拢放弃，啊，这是安那哈，所以即摆大家拢看讲吼，若是讲上尾啊，吼，这个川普赢，伊当然伊就讲安就我赢，但是伊若是无赢，伊敢会去接受这个结果？伊进前就呛明啊，伊讲我袂接受到目前为止，伊无一摆伊有讲吼，伊若是伊输吼，伊会去 honor 吼，会去尊重这个结果。伊目前伊拢无讲哦，啊，这个没有印人这个系统，因为咱即摆美国是安尼，每一个州吼，伊的这个规则拢无相共吼。是。有一寡州是伊看伊这 postmark 看邮戳吼，只要你这个 postmark 伫11月3号正前甲登落，这票拢算有效。是。啊，有一寡就是讲你一定要伫这11月3号之前要抵达我这个州，我才会去 count in 哈。所以每一个州做法拢无共，通常是。该州的居民才会知讲你家己州的规则是安那吼，所以明仔载开票吼，可能结果嘛无法度马上出来。啊，上较重要就是讲吼，若是川普吼，咱比如讲，若是讲伊这普选的票数输，啊，若是讲有伫一寡咱讲关键摇摆州。票开出来，啊，若是讲川普输，伊敢会去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伫2016的选举吼，咱讲佛州29张票，宾州20张票，啊，搁有这 Wisconsin 10张票，这几个咱讲关键battleground state。川普拢赢，啊，这几个州伫迄个在4年前哈，2012是奥巴马赢，是，所以这边到底这关键摇摆州，若是讲川普全赢，伊都有可能。个继续的连任，目前看起来几率存10%啦，几率存10%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调峰啦吼。调峰，你的观察是啥物？咱讲吼，真正这个关键州啦，就是顶回2016年，咱看到这个 Trump 是赢甲真好势啦吼。虽然咱讲普选的票是输 Hillary 差不多300多万票啦吼，但是整体这个选举人团制度的这个部分，除了 New York， 你有看到什么现象无？其实为迄个阮川普加拜登这几工的迄个做势，迄个活动的所在，就给咱知影讲迄关键州的迄个重要性大。是讲即摆吼，我有家己一个预测的 model， 我看起来就是讲吼，上重要的几个州都是 Wisconsin、
甲 Michigan 甲个宾州，这三个州若是讲川普会当摕到2个，伊就可能会赢，会当讲伊绝对会赢。啊，若是讲这三个州伊拢一个拢无摕到，啊，可能都无法度啊。因为吼，这个州吼其实伫4年前的时阵拢是川普赢的所在，迄嘛是一个中西部吼，现在选民吼是可能较侪是伫工厂内底做代志，所以就想讲，若是我票投互川普吼，我绝对会摕到工课，啊，绝对迄个收入会较好，因为经济吼，迄是因真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川普伊伫4年内底吼，伊嘛为这嘛是真照顾这州，互因用工课做，啊，失业率嘛真低，所以即届吼其实在是因为这几年的迄个疫情的关系吼，因感觉讲以前遮的美国人吼上重视一个社交活动啊，这自由、民主自由。今年拢感觉讲伫厝内底大，啊袂当出去做因爱做的代志，所以即届吼真侪的选民感觉讲，是毋是咱的总统吼出问题，还是讲咱的国家出问题，还是讲这是民主党的迄个阴谋，还是讲中国？这因即马拢是感觉讲就 confuse， 讲。到底为什么会变做安尼？所以即届投票真重要，就是讲看这个选民，伊是感觉讲美国的问题是出伫倒位，是总统，还是讲民主党，还是讲中国？所以明仔载投票吼，因都是投这个，就是讲对川普因还比较信任他4年这种投票。明仔载咱会看到就是看讲中西部，看因遐选民是安怎选。是啦吼，所以咱嘛头拄仔讲到这个关键州吼，这个战场州啦吼，到底谁会赢吼？咱嘛佫有一张图表要带大家来看吼。所以这个咱讲吼，伫咧上尾一天吼，11月初2的时阵，这个美国总统 Trump 是走去到咱讲吼 ，Trump 到这个 North Carolina 吼、Pennsylvania、Wisconsin 这个4州吼去造势啦吼。上尾一个造势就是甲4当前相共吼，拢是伫咧 Michigan 啦吼。啊，其实吼，Biden 是集中火力伫咧 Pennsylvania 吼，甲 Lady Gaga 伫咧第2城这个 Pittsburgh 来去造势啦吼。啊，伊副手咯，这个贺锦丽啦吼，伫咧 Philadelphia 这个部分吼，甲这个 John Legend 共款来造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部分关键州，咱头拄已经有讲过啦吼。这个关键州谁人赢？咱头拄讲到，除了这个吼这个 North Carolina、Pennsylvania， 还有这个 Arizona， 其他这个 Florida 吼嘛是真关键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有Arizona 11张 ，Florida 29张啦吼，啊其他还有这个 Pennsylvania 20张这个部分。啊，咱嘛看到讲，伫咧双方伫咧上尾的这个时阵吼，其实吼这个言辞吼拢无介好听啊。这个2个火车头底下弄来弄去的时阵，啊咱看到讲非洲票到底这回是毋是真正这个关键吼？尤其咱讲吼过去有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这块代志啦吼，尤其伫咧选前1礼拜又搁发生着咱讲着非洲一个这个部分。有出一寡这个族群的这个问题啦吼，啊，这回咱嘛看到讲拜登吼，伊个先批评的疫情处理的这个部分无够透啦吼，根本就是啥，就是犯罪啊啦吼，所以讲吼，这场疫情是互这个非洲一个这个族群是上大规模的这个伤亡事件吼。另外 ，Trump 嘛讲吼，拜登吼过去捌用到这个吼超级这个超级。掠夺者这个部分啊，来形容这个少年的这个非洲一个这个族群啊吼，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赖委员吼。其实咱看到这回这个族群的影响，敢会讲吼也牵动到咱讲未来美国这个一寡这个选民结构的这个一寡变化，是讲可能这个选民因伫咧这个投票意向吼，咱莫讲到因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去，但是规个这个大国家族群这个部分的这个影响力是啥物咧？我是感觉讲，即届当然台一般的了解是讲，迄个创伊本身吼，算讲是美国的老人啊，还是讲算讲较送乡的算讲白人。OK。啊，教育程度较低，就是讲戆啦，啊，迄个较无钱啊，啊，迄个较算讲较无工课即款的人吼，啊，较年岁较大，来支持，还是讲其他就讲 anyone else， 拢会较对即个拜登较支持。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吼，你也是看即像讲美国伫2004年迄届选举，迄届当然即个是美国是迄个那个小布希吼，啊，甲即个民主党迄当阵是 Kerry 吼，两人咧竞选的时阵。2004年迄届吼，实际上伊的投票率嘛真悬哦，吼，比迄2003年搁较悬。啊，算讲小布希赢真水气，差不多嘛是200-300万票。是，迄200-300万票，就讲迄当阵伊的迄赢，即关键是安怎？伊
就讲小布希伊本身的迄选举的策略，是认为讲伊可能黑人迄个所在会输。当然美国迄当阵嘛咧拍算讲 Iraq 迄个 war， 所以讲伊用即个战争动员。但另外一方面，伊想讲你安怎用即个西班牙吼。拉丁美洲裔吼，这边来甲 compensate， 伊伫黑人这个所在所无法度摕到。啊，当然，迄个布什伊的家族吼，一个进前是伫德州，一个进前是伫这个迄当阵咧佛罗里达咧做州长。是，所以讲伫这个拉丁美洲，尤其是 Cuban， 伫这个佛罗里达遐吼，算讲全面拢支持共和党。啊，布什本身算讲伫迄个德州的时阵，嘛甲这个西班牙嘅迄款的这个公民吼，嘛是。有一点较好的关系，所以讲迄届伊的动员是讲，伊安怎利用即个拉美裔吼，来去 compensate 因伫即个黑人即个所在，可无法度得到。但我是感觉讲迄个因为民主党伊伫后来吼，伊的策略愈来愈完全对进前的迄个咱讲 class politics 吼，开始用即个 identity politics 吼，所以讲变成讲想讲用即个多元族群吼，啊争取算讲除了白人以外，其他的即族群的即个票。但是趣味的所在是讲吼。虽然讲伊即个所在，伊认为讲伫多元族群即个所在会当摕到较侪票，但是反倒党伊较摕到较侪的所在，是反倒党是伫Asian， 啊是讲迄有算讲伊伫Latin American 迄个所在袂着无，算讲有一点仔的进展，但是无讲像伊所期待遐尼大。啊，但是另外一个真的发展是讲，黑人开始吼，有诶开始对这个 Democrat 开始 deflect。OK。啊，所以讲即个伊无法度完全展现伫即个创诶顶头是讲吼，因为创非常诶无像讲展现诶共和党。OK。所以讲黑人吼，算讲较保守诶黑人。无一定会甲创会有法度支持，但是也是讲你讲 Pence， 也是讲遐伊有可能甲支持。哦，就是伊副手。即摆咱注意到是讲，开始有即算讲迄个 conservative black 那个较保守的这个 African American。是。啊，另外就是嘛较保守，像讲 Latino American。OK。因即个一个有算讲有一个。算讲会开始一个 movement， 对这个民主党这个所在开始出来，所以我会讲即届，因为即届选举基本上大家是认为讲 Trump anti-Trump， 唔是讲为着拜登，唔是讲你支持拜登，是讲你食讨厌这 Trump， 所以讲你要投拜登，所以讲赢嘛是 Trump， 输嘛是 Trump 本身，但所以讲咱即马讲是讲像讲伫迄黑人，还是讲伫即个 Latino American， 因即个所在开始为共和党迄个 movement， 即个 shift。伫即届可能袂讲看了真清楚，但是较趣味的是讲，即届无论讲什么人赢，还是讲 Trump 赢，拜登输吼，民主党变成讲爱去重新去面对，到底伊为什么搁伫过去8当所有的票算讲会赢，但是输2届的即个问题，啊是讲 Trump 吼输去。变成共和党，啊，创本身就唔是讲正典型共和党，所以讲创可能会离开，也是讲伊可能有一批共和党，所以他像讲 Tea Party 这款的人，会甲创斗阵起来。刚才就迄届迄 Sarah Palin， 因伫2008年了后 ，Sarah Palin 虽然讲伊无继续伫即个总统选举内底有甚物款的力量，但是反倒党迄当时迄第党，吼，第党就是讲对即个 Sarah Palin。啊，对于共和党本身来讲吼，形成足大影响。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第21世纪就是2000年开始啦吼，加2020年这回咱讲 Trump 搁要拼连任嘛吼，共和党直接看到2000年、2004年拢是 George W. Bush 啦吼，迄当阵投票率是差不多5成吼，咱看到差不多拢是5成。咱讲这回2020年，因为真济因素的这个部分。大家看到讲吼 ，anti-Trump 还是讲这 pro-Trump 这个部分是看啊真加紧啊吼，所以这个投票率可望吼，这个继续来提升，可能会破6成吼，因为咱看到这阵投票数吼已经超过是这个2016年的这个2/3啦吼，啊真正这个咱讲到这个马仔吼，就是讲咱台北时间吼透早时阵6小开票的时阵，咱看到这个投票人数吼应该是来称冠吼，咱看到这个投票数这个部分是安尼起哩。吼，佮安尼小看落来，吼，佮安尼起哩啦，吼，应该是安尼起哩足济啦，吼，可能这个1亿，吼，可能差不多超过，一定是超过这个3000多万这个部分哈。目前统计是安尼，头拄啊，咱嘛看到讲族群的这个部分占真大，这个咱讲一个 shift 吼，一个改变伫啦吼。所以到底是支持谁，还是讲过去吼，来讲到这个阶级的这个部分即阵咱嘛讲到吼，这个共和党这个 Trump 唔是这个较典型的这个部分吼。继续咱要搁请教咱的这个政治研究员吼，头拄啊咱就讲到。
这个族群的这个部分啊嘛吼，咱嘛看到讲亚洲裔吼，咱讲到这回吼，这个合计选民有差不多1100万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亚洲裔的这个选民内底吼，有这个中国也好，也有咱台湾的也好啊，其实。咱讲亚洲的这个组成嘛，真复杂吼，佮有这个越南啊、泰国啊吼，佮有印度啦吼，其实因要互这个 Trump 还是讲 Biden 互因 targeting 吼，直接吼来讲哦，对着这个 TA 啦吼，来去做一寡选民的这个冲，尾啊冲这个票，因较袂冲出来吼，你安怎看咧？确实，因为进前来讲吼，因为亚洲裔吼来讲，比如讲来讲，进前较侪拢是支持迄个。民主党较侪，是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过去来讲吼，是较强调包容 ，OK， 吼，较照顾少数族裔，好，而且他们较可以推动所谓社会福利，是安尼，所以对这个少数族裔来讲，特别是亚洲裔啦、拉丁啦、欧人啊，什么，因较侪过去确实拢会较支持。民主党 ，OK， 毋过为即个来看吼，让人看讲，这其实有一点仔改变 ，OK， 为什么会改变？上主要是因为因这可能第2代、第3代，不管是华人啊，还是亚洲裔的人，是，甲因的父母、甲因的上一代的人，可能因的投票的倾向会无共款。无共款，已经脱杂了。为什么安尼讲？最主要是讲，因为因可能的教育 ，OK， 可能因即马。职业是啊，甲因的收入，拢互因会用有法度融入这个社会，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融入这个社会，所以变讲因这个投票无一定会甲因的父母、甲因的上一代的人共款。所以即马这个改变呢，为前4年就是迄个川普加希拉蕊迄人阵慢慢啊。大家都看到即摆的这种改变，特别是即届吼，足侪华人的团体，家己主动跳出来，是去为川普拉票。有影，不管是踮咧群组，是，还是踮咧因咧做直播，吼，定因直咧讲啊，有正川普为互美国这个伟大 again。OK， 这确实在过去。是真少看到，因为过去大家拢知影嘛，亚洲裔个人定是讲点点去投票，是，因定袂这么公开，吼家己的这个政治倾向，吼公开来公开。所以因这回扮演到这个关键的招数啦吼，咱讲吼1100万差不多是这个合计选民的这个5%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伫咧美国总统选举的这回啦吼，这个拜登吼其实有一个投书吼，投伫到一个《世界日报》吼，大家若知影这个《世界日报》是虾米款的这个分析吼，就是联合报的这个分析啊，其实伊伫这个美国世界华人吼，拢是看这个《世界日报》较济啦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 Jerry 啦吼，咱讲。华人这回讲，他都扮演到这个关键招数的这个力量吗？你安怎看？咱台湾我讲华人的选票差不多占不到5%啦，所以其实以数量来讲，无讲介济，但是这边我感觉拜登伊上大的胜负就是讲，我感觉伊伫迄个黑人这族群的这个选票，敢若无真好来把握安尼吼。你比如讲，咱都要讲这个。拜登1994年有一个crime bill 嘛，一个犯罪的法案嘛，伊就讲这黑人是超级掠夺者，好像 super predator 哈，这个代志伫两个人咧辩论的时阵，去互川普拿来说嘴，讲你讲你照顾黑人，但是你当初做议员，你推动这个法案，你讲黑人是超级掠夺者，你即马要选总统讲你要。照顾黑人，这无法度迄个嘛哈，所以讲个另外一点就是讲吼，有两个黑人即个 rapper 吼，一个叫 Ice Cube， 是，另外一个叫五角，50 Cent， 这两个黑人拢公开讲因会支持这个Trump， 这个 Ice Cube 吼，伊个为了这个代志吼，和迄个CNN 主播吼。当庭就伫遐咧笑骂讲吼，迄个主播就讲，你是黑人一个 rapper， 你很有影响力啊，你即摆讲你要支持这个 Trump，Ice Cube 伊就讲，都
伊感觉讲即个我要讲什么代志啊？拜登讲等选后再来谈啊，只有川普伊派人甲我来甲我讲真久，我感觉讲即个川普和欧人社区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契约，所以即边我感觉讲虽然川普无一定会做会到，但是伊感觉讲上无伊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契约和欧人社区安尼吼，当然伊讲安尼被很多人给批评讲你哪安尼吼，个另外一个上界趣味是即个五角吼，伊英文叫做 50 cent， 伊有讲什么？若是讲拜登做总统伊讲要征税嘛，我就会从50 cent 变成20 cent， 好，为5角变2角，伊就安尼讲，伊讲完了，去互伊这个前女友骂啊，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不管安怎讲吼，就是讲这两个非常有影响力，这个欧人这个歌手啊，这个 rapper 吼，奇怪那拢无挺拜登，拢是挺这个川普。我当年嘛，因为2016迄阵希拉蕊是安尼大意失荆州上大一个问题之一啦，就是讲当初2016的欧人选票伤过靠势，就想讲奥巴马做总统即摆换这希拉蕊稳的，安尼算拢稳的嘛，结果拢无出来投票，尾票开出来。在好几个州都差1%嘛，都输去啊，所以这边其实对民主党来讲是有一个阴霾，讲顶边大意失荆州这边到底欧人是不是有法度真正出门投票大家嘛唔知，但是我看起来我感觉拜登其实伊无好好的去把握这个物件啦。是，你看吼，这个 Joe Biden 吼。结果是不是选择伫咧这个欧人这个选票头顶，会当吹一个，咱就看讲这个明仔咱讲台北时间的这个部分，这个美国时间这个若是讲陆续开票啦咱嘛看讲这个选民这个结果是讲美国规个这个人口这个比例啦咱讲这亚洲差不多占5.7%啦非洲这个部分12.3%，这个 Latino 18%啦其实占大多数也是这个白人有61%啦其实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调风啦头拄咱讲到这个有真侪种这个欧人这个选票也好，还是讲非洲有这个选票，亚洲的选票咱头拄嘛讲到是不是会当扮演到这个关键少数咱讲虽然这5.7%还是5%这个左右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咱讲过去这个亚洲的选民投票这个部分投票率是较低啦过去差不多是4%7%这个左右。另外咱嘛讲到白人选票还是讲欧人这个选票投票率较悬，所以哪一种族群的这个投票会影响上侪咧？这回我感觉拢有，因为亚洲人以前亚洲人拢是收入较悬，OK， 读书嘛较悬，所以伊若是讲要提什么重要议题甲迄美国政治上有咧参详的时阵，亚洲人是较强。OK， 就是因为安尼关系，亚洲人因会用真侪方法，甲因的迄个候选人来做事，还是讲来提钱，还是讲来去收集资源，互伊去选。所以这个若是讲你一个候选人真亚洲人朋友，你可能选的就较简单。是。若是不过投票都是一张票来算嘛，所以。亚洲人是差不多5%，美国人口内底5%嘛，你拄仔嘛讲过，就是讲迄个欧人就差不多13%，是迄个拉丁裔就差不多18%，所以等到讲投票迄天是倒一个族群会当出来投票阮嘛知影讲爱看每一个族群因的投票迄个兴趣是偌悬，就讲拉丁裔毋知影讲因以前是。伫迄个社会内底是比伊的地位是比欧人更加低，所以知影讲伊的选票最重要的。所以因以前是人口比欧人较少，即马比欧人更加侪，所以因绝对会出来投票。就是看讲投互啥人，比如讲，拄仔有人有一个来宾就讲，你票古巴人就会投活动墨西哥人就是投民主党，就是以前的这个比例啦OK。不过欧人是较趣味的所在，因为4年前的时阵民主党为欧人遐有摕到差不多10%的票，90%的票。是。以前的数嘛是讲，你民主党为欧人迄定会当摕到差不多90%的票以上，你就绝对会赢。但是讲你袂当，都袂当。那川普这届真迄个民调像保守派因的民调公司做民调结果是感觉讲
届川普会当摕到差不多75%的黑人的票，为什么呢？因为这4年来底吼，真侪黑人的选民，因以前讲黑人拢是投互民主党吼，啊其实嘛真侪黑人因是支持保守主义，还是讲支持共和党，是以前因无要讲出来讲尔。其实真侪人知影讲，黑人毋是讲绝对拢对迄个民主党拢是接受的哦，因为民主党因的立场内底有这个同性婚姻甲同性权利，这其实是这族群内底吼，伫黑人内底因是较袂当接受的。保守派啦吼，这真大嘿，这真大一个 X factor。在4年来，因是看到讲川普执的时阵，对真侪黑人，若是讲因要拍拼做代志，还是讲要摕政府的钱，绝对要去 pursue 因迄所谓的美国梦吼。这定的黑人吼，伫川普执政内底，因有看到真迄个成就，迄个 success， 所以这个因会绝对出来投票投川普，所以这是我伫遮观察的结果。有影，感谢咱讲调访伫咧这个 Los Angeles 规个这个分析啦吼，感谢。咱嘛继续来连线到咱伫美国 New York 这个pitch性啦吼，pitch性安怎看讲这个规个这个移民啦吼，你是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分析的？你安怎看？哦，移民哦，我是讲特别，你讲移民的时候特别在拢会讲 Georgia 啊，我讲移民有2种，一种就是按外国过来，特别是按 Mexico 即个拉丁美洲过来美国的，这一种，伊这种人口就侪，差不多要20几%，要30%。是。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伫不同的州内底，安尼跨州移民。这种嘛是影响到，因为因美国遮伊的。你的 registered voter 就是你讲你算去倒一州的选民，是你家己去登记的。啊，你登记了无共个州，啊，你就可能会影响到这变化。啊 ，Texas 有一个特别，就是你即马lockdown，啊，即马毋是即半冬啊，美国都lockdown嘛，就是大部分拢是 work from distance， 就是拢远程办公安尼。啊，所以有人可能伊本来住伫 New York， 无就住伫 New Jersey 即种叫东北边的即自由派的所在。啊，就感觉讲啊去 Texas 去 Austin， 啊遐税金租金足俗的，税金嘛俗。啊，我会当用同款的租金住出10倍大的所在。啊，为什么无爱？啊，伊就搬去遐，啊，就甲选民登记伫遐。啊，这嘛是一个足大影响的因素伫遮啦。有影，所以咱讲到吼，这回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吼，伫2020这一档啦吼，疫情遮尔啊严重的这个部分吼，尤其美国拖甲遮尔啊这个真焦温啦吼，所有的州差不多拢有啦吼。啊，其实咱头段嘛讲到移民这个部分吼，其实 Latino 吼，啊有看真侪这个 ABC 也好啊 CNN 也好啦，吼拢是因受害上严重哈。嘛有人讲吼，啊因无法度接受像这个川普安尼这款待遇的这种这种治疗啦吼，所以因嘛有一寡这个万分伫的。但是咱讲到每次吼，到底是倒一种族群会甲这个票吹出来吼，咱嘛是真正观察。尤其咱讲的2000年到2016年啦吼，咱看到这个白人的这个部分吼，投票率65.3%，非洲裔的这个部分吼59.6%吼，其他咱嘛讲到有其他这个亚洲裔啊，其他族群的这个 Latino 这部分47.6%啦吼，所以。尾手2020年这个投票率啦吼，咱就看这个马仔这个统计吼到底是啥物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吼，真正这回吼，无论是疫情对美国总统选举，也是讲吼这个移民对美国总统选举啦吼，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真正是拄到上届艰难的这个连任的这个一档吼，但是咱讲到对于台湾也好，对美国国内也好，有啥物观察的点无？我是感觉讲吼，当然即个咱上爱看讲，除了总统选举以外，啊，国会的即个分布嘛吼，也是讲这敢会出现了，咱是讲即个分裂政府，总统一党啊，但是迄个国会吼，两个议拢是另外一党，也是讲迄个真正像讲拜登全拢退去，民主全拢退去，嘿，这算讲这伊的迄个局面的。局势就无共款，啊嘛包括讲美国也是讲，即个要推动伊即个外交政策吼，算讲迄伊个方向嘛，甲迄个强度吼，嘛拢无共。啊，另外一方面是感觉讲，我是感觉应该是即个选举了后，无迄个输的一方吼，无论讲你是民主还是共和党伫总统选举，一定拢会出现一个新的，要安怎来看讲家己的党要安怎生存。好气好强啦吼。嘿，对共和党来讲吼，也是讲共和党输去，必然讲伊要。处理到底迄创要安怎甲创美关系，要安怎来处理就对啊。
因为创有法度算讲引起有袂少，毋是传统共和党迄款的选民。是。啊，像讲伊会当吸收，像讲迄个较保守派无共族群的即个人民。啊，因为创讲有诶算讲会讲着讲，伊感觉诚迄开口诚好。是。啊，所以讲这对共和党来讲，就变成讲伊要安怎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但是民主党嘛是共款吼。民主党即马就讲这个 migration， 尤其是对迄 class politics 到这 identity politics， 啊，结果伫两届总统选举拢输去。OK。啊，输去的所在当然讲民主党讲，我伫迄个算讲普选票我是拢赢，所以表示讲我应该以后这应该是我的。但是歹势吼，你袂当讲吼，伫普选票内底你赢，就是讲表示讲这票拢是你。OK， 因为咱嘛看到就讲，真侪族群的这票有对这民主党开始吼跳去其他的所在，有咧刷叮当啦吼。尤其是即届算讲一个足无，算讲足 untypical 的一个创，甲你咧选，吼啊变成讲你本身的这个特色拢无法度看出来，所以变成讲，迄民主党到底你要安怎来处理？所以这个嘛是讲两党的这个大问题啊，到底胜输胜赢吼，马仔就要看讲上尾的这个结果。我们感谢三位来宾。好，因乡亲朋友吼，明仔继续收看咱的美国总统选举特别报道，咱再会，拜拜，干嘛？